江山望佛百姓，명해山岗太跳呀刺江，天空我分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脚脚头，蓝蓝一条下，团心碎。 插腳他，地比天頭。你说要来举牌是吗？这个工作不轻松哦，你决定要做吗？我决定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那你以前在别家有做过吗？没有。那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？怎么会想在这边做举牌？我之前有做过行政工作，但因为是约聘，所以并没有做太长的时间。因为现在找不到工作，工作也不好找。我听朋友讲说，像这种工作每天都可以领现金，所以我想来试试看。可是我看你不像能做出活的人，你的身体可以吗？举牌很累，很需要体力哦，我怕你会受不了。你放心，我当过兵，我可以的。好吧，最近的确缺人。我们一天举牌是800元，一天是8小时，1个小时休息10分钟，丢掉牌子或者把牌子弄断、弄坏了不能使用，是罚500，这样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小慧，嘿，拿单子给他填。好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好。动作要快哦，大家准备要出发了哦。好。哎，你想干嘛？这边不能拍哦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记性不太好，所以我想说拍下来方便我记忆。我们这里不能随便拍照的，这个看过几次就记住了，不用拍了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。来签名。这边。怎么了吗？我还问你怎么了哎？看什么看？赶快签啊！我想确认一下内容，看完再签。不用看啦，每个人都直接这样签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而且主任不是说要你赶快出发了吗？哦。请问，我可以影印一份吗？你影印回去要干嘛？合约不是都是1式2份，给双方留存吗？我在想，我们之前做行政工作，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处理的。老板是怕同业看到不好，而且我在这里做了5年多，也没有人跟我要过契约啊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反正这是这里的规定，这个呢你不能带走。
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直接找主任讲哈。不用了，我跟其他人用就好。好吧，那你赶快去吧。好。水梅姐，可以麻烦你帮我跟森爷说一声，我今天没有办法回办公室了。嗯。好，保持联络。哎，你有谈讲双礼拜阿父分体的事情啊？事前大汉讲去到管路啦，系乜字啊？管路啦，原本去指示的改章因啊。我市都唔出看过机的，记住啊？佢讲去徛牌徛到分体本应送伊自然，啊，包尾间去自己摸本去签啊。哦，吹过。唔呀啊冇呀。哎呀，安尼唔对。唉，又唔爱用伊咯。中国一句啊，全也都伊的命唔得签啦。怪天怪地，怪这个摸彩条，怎会做了两种哦，科学透露啦。不熟诶，我用讲过伊啦。冇人讲咯，咁命耶。大家好，今日喺我天里上班。可你上到安用，怎么常会做出声音？你来这做？因为我找唔到条路，我听讲俩做的可以每天领现金，故所我糖伊就爱恶里毒啦。你上到按山刀，哪有可能找唔到条路啊？嘿啊，你做这世界串烫啊，超级市场啊，该是做这吹冷气，还有你从来这样晒日跳到水动干苦哦。以下按后生，无听到佢做球的，我来到去做专业的了。对啊。哼，错过啦，冇出息啦。来，慢慢的推哦，出来哈，慢慢的推，慢慢的推，慢慢的推哦。来，等下，会不会有远哦？哎，有没有人空啊？啊，这东西有没有空？指挥一下。我来，我可以帮忙。冇啦。哎呀，唔怕啦。啦，太会欠啦。幾唔才。来啦。來。哎，我來了，後退，馬庫。哎，插來了哈，卡到位哦。來，小心一點哦。再後退一點。怎麼樣？來，好，停。來。你個推到上頭。我來幫你。大家全部就要上力哦。好，听了。咩嘛嘅啊？咩喺唔做嘅咩？你喺做嘛？相公，有乜嘅做嘅聽數冇？真嘅聽數到誒。我嘅行業唔掂規矩，冇來亂啦嘛。錯什麼鬼嘛你？啊，我來本係啊。阿姨啊！一個講條雖然懂惡，不過佢咩反應啊？冇聽說別樣嘅事情還有幾飛。那是中隊啊，好痛誒！今日你何林太天嘅卡牌，你都給我送一毛。笨蛋绕到一般公司，手做的拿到合约，没想到事情没想的按顺序。三角蟹！哎，司機啊，莫使遐緊啦，拜託你啦。好啦，你家己坐好啊。我要死啊！好啊。好，我阿主先講哦。
本年初时甲已经还没有谈过呢。哎呦，这会重时哦，还有啉酒啊？没啦，那本是旧食材，你冲动啦。哦，实在要死哦！是讲吼，经验老往哦，会从你的世界啦，闪过。你这个哦，真正学生对吧？咱做了跳路哦，是为了上传，为了家庭的打拼，千万总唔得出事情哦。那么，今天不能尝试哦，是冇好拍哦。这样的23好诶，我高本就谈啊，也到社会啊，冇因为关系而你卡牌的因啦。就算死态到处，那就冇因理哦。因为怪政府无能啦，准备地哦照顾嗰啲有钱人，根本就冇法度照顾人家细路百姓，好啦，按讲头呀。不少诶，我们就得按样讲啊。假使讲改变社会按简单，但是生意做总统就好啦。笑总统，变啦！刘生义，你今日上班系啊？啊，小弟哦，你嘛该什么态度？来，哇，结果呢？唔是啊，你自家用唔是去啦，那是，啊，还有信的啦。哦，那技能啊！你讲的咩？手台一定要带，冇带手台，第一本牌出到，你就该死嘅啦。嚟，教我。哦。阿明啊，先去跳啊！有两口水啊！阿在任我嚟做嘅事情啦，我听你讲，啲工地嘅工人啊，当时个看见俺讲奶奶啊，三不两时就过来到去做工地呢，我有点气哦。结果啊，天热啦，啊咁我就唔敢来咧。好啦，我先了。开始真紧啊！工地开啊，全部人去，他一个成为只过去哦，都有危险。一送牌啊过去，咪帮佢過田。有样啊冇样，还有样过田。没想到去工体徛牌，要拄到性骚扰。等一下，王医生去工体讲啥？要拄到危险哦。哎，欢迎上车站来哦！ OK， 我这里哦。航班站来了哦！哎，我董主任，慢点拿饭包。啊，慢点拿饭包啊！我去查去东家。哦，好啦。哎，阿本呀，饭包将来2天，你听我讲哦，工体我就毕业。钱哦。熬夜嚟啦。哦。说枪来啊！我要去拿便当，你们还要买什么东西吗？我要1瓶绿茶。1瓶绿茶。我1包生2包槟榔。根本你要去工体协商的係嘛？通講工體當危險的，細妹冇實去較好。你看，我搶蘇米機老人強下去嘛？假使你喊起啥去，只個愛生你哦，唔好去莫名嘅地方。天花會大同，
还有啊，为了110设成快速键，拄到事情就做得打出去 QQ。王英泰，你去上乜嘅啊？啊，上來會有乜嘅事情要求啊？我唔是 QQ， 唔哪有好冇？卡牌卡关门。小姐，你的便当好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那当然冇问题，点到兴面一家，要声音调的，注意安全哦。这样王一琛会不会觉得我很啰嗦？算了。小孩多大？8个月啊。哦，那你呢？我还没。哎，不会啦，很快就有了。我很少。哎，上班啊？啊，好。上班啊？有爱啊？有啊，唔係公司聽數，要冇本工錢，不如他翻保應該啊。吃飯吃飯。啊，知道。嗯，因為升唔關啦。菜醬又較鹹又較辣。哦，人做工人啊，較要出汗啊，米頭是較重啊，骨頭調得很調教，就較辣條誒。一般人哦，較升唔關。媽，你聽我喊你扒飯啦，扒飯啦。其實聽講啊，講條嘅人唔會快。你看你這種題目有天數，根本冇用啊。其實我咩電 A B 都不用嘅事情啊。其實不用書上睇阿媽講唔冇過啊。尤其係講條，其實講條平常時都要當好嘅。我是知道唔公平啊。其實講條賺嘅錢啊，邊人做工嘅啊，都唔會多錢。工地上做工的人來來去去，跪天咧跪天，咁我上市了，無限的去啦。當然只有跪天行，哦，你一下向佢排很多錢，佢沒有不養之物，實在挺困難。靠！樂透彩金到達1億耶！這次我會中獎，我要去買。我也要買，我一份。我也要。啊！不然这样好了，大家集资，如果中了，大家可以分啊，说是不是啊？对啊。哎，好，那大家给我1000块，我骑车去买。来，好。哎，还是不要啦，那个摩托车又破又烂，待会被警察拦下来，又要叫我去瞧。不会啦，很近。反正大家摩托车这么烂了，警察都拦过啦。还是骑我车好了，我是新车。你讲爱我，亲我，用爱我我，有么？你讲爱难，懂难，用爱难哦。哈，黑么？哇！我真是低估这工作了。举牌员这个工作又热又闷又臭，
最重要的还真是无聊。这些人干的事情吗？惨嘞，刚还是太多水了。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好，拜谢。师傅哎，有可能阿伯位冇？在边哪啊？今日讲要买乐透哎。买乐透，董主买到也好。小心一点哦。阿伯位了。哦。喂，是我。啊？你又被警察拦下来哦？怎么样？又被查了。哦，好了，你在哪边？好，等我马上到哈。你用啊？喂，淑梅姐。我很好。好，那你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哦。英泰啊，自己小心啊。好，拜拜。娘啊，英泰讲嘛啊？佢讲同好啊，咩唔知迄唔迄真经好，佢洁癖诶，我去啲路方老举牌员恐吓做事。老实讲，俺妈冇想到佢要答应俺去做徛牌员。其实哦，也几早呢，英泰吼改变动的哦，那个第六感系错嘅，老天们是要给俺那个你。医生哦，较甘心上下动抛，英泰老给多变，动理心，动有年纪。刚开始你懂小，唔知几两啥做得恐吓做些么？不过其实佢着做得腹部哎好吼。不过啊，我希望佢也都做得啦，修正自家不足的所在。之前佢也都冇经验，我本佢也都两啥恐吓做杂案呢，也还拄好有安尼基地做得分开了。一方面啊，做得训练佢也都独立专业；另外一方面啊，我希望到基心方有更加多的磨练。你讲佢两啥疏通嘅案呢，都做得顺顺利利啊。平常冇问题啦，你年轻爱想落来，爱小心一样的。我问他这车是谁的，他连车主名字都说不出来。我当然怀疑他是偷别人的车啊，而且他话也不好好讲，还对我大小声，我怎么会放他走？我就跟他说我没偷车，他就不信，是谁都会不爽好不好？警察了不起啊！你小声一点了，少说人就会死哦。警察先生，其实是我的错啦，我疏忽了，在借车的时候忘了把行照给他。因为我今天是临时去工地帮忙，所以阿彪哥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他也没有违规啊。这次可不可以就麻烦你通融一下，不然你开一张单子，他们一天的薪水就没了哎。下次我会注意啦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不好意思。好了，这次就算是误会了。但是下次骑别人的车，行照驾照记得要带着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不过警察先生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吗？什么事？下次啊，您看到这些工人的时候，虽然他们外表常常脏兮兮的，可是其实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。你下次要开单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不要以貌取人？看到他们是工人就把他们拦下来。对啊，这小姐说的没有错啊。我每次骑摩托车出来买槟榔都被临检，明明都没有做错什么事情。闭嘴了你！好
好了，你火气也不要那么大了，啊，态度好一点，有事好好说，人家也不会找你麻烦。谢谢呢，谢谢呢。要不是今天小姐在哈，我早就警察大小声了啦。你他妈有病啊哈！敢对警察大小声，你活该被抓去关啊你！太傅，我乐透还没买。去，快去快回。哦。你新闻方有看过一个商标诉讼的案呢？雅诗买个买嘞，好太牌的，双票不因高，也是个小虾米对大金鱼，完全无颜面，唔要推人工厂打官司啊！就算当枪，你拍文字嘅机会，係咪會清理？我仲唔俾伊妄愛，打贏官司，死不翻身係。我想對這樣去死。佢啲無顏面嘅反應，係戇嘅。我都清面，冇人啲結果。唔拖你條真唔行嘅路。你講，我也看到喺度叫，但做啲扎啲唔順風。你用時搶來上班時間，就啲度了，度到一擺，我也冇檢查。唔過，南唐嘅話講啲調情，你講官司打輸咧，我應該唔是這條路。唐都警察局邊個調查，我真係清看呢。唔過好地，唔係其他一齊出賣嘅意外，希望我終於不嚇死。今日啲醫院，我看到病用嘅本用老生人間可用嘅，我就啲個想，你講係我不介意出賣嘅意外，我真係唔點樣用個實，我真係清希望佢不用爭取補償。你做得聽什麼？王小姐，俺老爺的工人就會艱苦你，冇人希望看到工體出事情。俺用問題要將心比心，看到比用俺哋係咪這麼艱苦啊？你沒想過，自家做得為乜嘅？唔過俺真嘅冇錯，俺多錢，俺還有屋企人去照顧，我俺負起所有嘅責任賠償，俺真嘅冇辦法啦。剛這麼的老工廠公司從上海，佢都沒有練得精啊！事情鬧大嘅，會影響他們嘅謀生，每年代會影響到聽人叫我做工嘅兄弟人啲嘛。好啦，唔是我講嘅，新聞主通來聽數，從那些係就自己會做，做得先做。小姐，是啊，我買到了，我買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人在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人在吗？哎，你又是哪一家报社记者啊？我们不接受采访啦。我这家工厂啊，已经被你们这些记者啊逼迫到已经没办法再营运了。拜托，你们回去吧。老板误会，我是律师，我姓肖，我是简易事务所的律师。我看了你的新闻，或许我会帮到你的忙。
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不礼貌，抱歉。没关系，新闻曝光后，你应该很困扰吧？又加上官司的事，我就老老实实跟你说啊，我当初会做这个袜子的生意，想到 logo 啊，是真的有想要靠上海的名声来讨价包这里啦。我以为只是很像，没有完全一样，应该没有关系。谁知道还是一样被他们告。其实台湾有很多商家跟你一样，存着这种侥幸的心态。我知道我现在很活该啦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赔偿条件很多钱。肖律师，我知道你今天来很突然，很意外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但是，我今天为了这场官司，找了很多的律师，就是没有人肯帮我接这个案子，因为他们一方面一听到对方是大公司，认为我的胜算并不大；二来，我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律师。杨老板，我老实跟你说好了，我这次主动来找你，我有我的目的，但我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先不需要知道，但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打赢这场官司。至于费用方面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以你的能力来支付就好。真的吗？没想到还有律师愿意帮我，肖律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其实现在说谢谢还太早，等打赢这场官司，你再说也不晚。你用要按摩生意哦，安尼面体就扣500块呢。那是上到起来，迄摆骗痛过来，怎么给他嘞？根本点错用你没冇看到，亲过来亲过去，没亲到，我敬你哦，辛苦营业，是拍做嘞。咱为了主任参详一下，看做得通融吗？无效啦，还双倍命哟。伊讲做伙派当归要当多钱，无法度啦。无效啦，啊！该这种人啊，对待你客气的人啊，就像对待个卫生纸一样啦，用脱了就挑脱啦，也到社会哦，哈，穷人啊，全部穷人，冇人做得啦，你thành熟啦，你像说白了，我大田法不该乜个，讲乜个做得台安尼正齐乜个天意嘅，嗰啲乜个按照团体按照乜个 man 嚟啦。我从来讲你要排布啥吼，用乜要素，用乜冇良心啊！结果啊，记得啊，全部冇上来谈啦，冇效啦，老板已经讲到冇效啦，按讲台呀。原来其就迄计量是大天发生出经验哦，唔伫夹背经迄嘛假，迄唔迄又嘛该委屈。你看马屁啊？啊？你对我有意见冇啦？啱講唔錯啊？啊？我講唔錯㗎？冇。咩啊？你幾時嗌呢？好啊，恁後壁擺環境啊啦。好啦，你使你嘅車啦。
会选伫去做马街啊？感觉去东南亚行，既然其实打电话申诉，总要先了解其个背景啊。阿英啊，吃饱未？啊对了，啊翻台位。那你个错过系啊，也约个啊，啊，老人讲啦，迄正经人无送上哦，就要去本现场看。啊，因为还有得钱，无欠保唔怕啊，钱本意就好了哈。按住些。唔啦唔啦。哎，你奥迪啊？啊，人家小夫诶，规路会见面诶吼。唔系啦，我系拄好见过了。哦咧，那个拄好见过呀，我见过你咯，我冇人，唔咩冇人我哦，冇法度我好欺负哦。这回啊！你系唔系有乜嘅困难？人家做得老人天数，你认为大了，你也冇看人呢？我都唔係乜嘢，啊！我都啱冇看你，好好人也冇看嘢，管他咩好嚟，還要緊啊！你阿爺就話冇看到，這回來。上来嗨，阿婆，哎哦，你没有了，因为按缝了，哈，你现在烤豆缝。我没事了。哦，咦，你我找到按钮了，哈，发生嘛事情？你有生涯吧？阿婆，我没有失业，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，等到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再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哎，我黑伢婆呢，有嘛事情做唔得讲？你认为大了，你也冇看人呢？我都唔係乜嘢，啊！我都啱冇看嘢，好好人也冇看嘢，管他咩好嚟，還要緊啊！阿婆，你先把直播关掉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有话人来讲哦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说，发生什么事情？阿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在老天盟工作很好。还有，我今天在外面碰到一件事情，让我感触非常深。阿婆，这20几年来，谢谢你那么照顾我。安蒙。佢老係講暗自些吧？哦，還有
很深的感受啊。哦，我老爱难得的哦，这件事情哦，从来不是发生过嘞。多带去主动半年，怎么老去变到暗哟？嗯？嘿，哦，什么？操！一天的什么？好累哦，我的累死了。其实讲跳，咩都係追求苦線。田講人叫咗要講跳好哋。唔知後應該叫咩夾板嘅咪啊？送你，出張技術都咩唔係肥。先一次磅呢？哎哦，人面用咯，用我暗缝，现在都被烤到缝哎。阿婆，我没事了。哦，哎，根本要等寒。我應該見到陸空採訪，聽說董辛苦。失業。阿婆，你先把直播關掉好不好？我有話想跟你說。好，等下等下。韓兄弟幾樓家婆公媽嘅花。馮醫生，你感覺很奇怪呢，做乜嘅人關心很大？你想講？喂，醫生，晚上好呀，準備治療，有啲係想睡夢。有陣哪樣啥，叫我翕相片看一下。唔聽咗本眼仔用黑袋吼，乜嘅相啊？你用啥寫翕相片啊？人肉胸還翕個相？你有辦法建議人用啥叫我翕相片啊？唔記得啊？我冇印象誒。大伯係講到寫時嘅事情，你就唔記得咧。無啥，你真係唔記得，你對辦法建議，老係講過嘅話。我唔講過乜嘅話。玉山阿哥，玉山阿哥，我要搬去台北了，你不送我們嗎？你在哭哦，你不要哭啦，你哭我也想哭，共後不哭了啦。你搬去台北，我歡拜就再也見不到你了。不會啦，我們還是會再見面的。奶奶會下信給你，我也會下信內給你的。玉山阿哥，韓拜，你不能喜歡別的女生。好。奶太爺要留你結婚，所以你不能喜歡別的女生。唔知唔記得了，唔睇我老係講過特技花，係就記得了。張開始，
会能啥从跳下心的。比方来到幼儿园，我到寄养家庭，都我们都有办梦的，也是不联络的。唔知嘛？在考大学的时节，我老师有志愿就下台北，就希望得了一台北青。今年会能啥拄到的，真欢喜，做你高看到。医生，你第一天来公发吗？医生，医生。哎，你要做嘛？你讲海外头无条路走啊？你去吃看啊，去抵死啊！我讲。你我买哦，命上岸出的，搁加一条哦，我爱查啦。你要卖养卖书，还唔低呢。何英泰，唔知道用的表现真系真好呀。走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应爱去，乃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 会开用笑面哦，两下马路红，